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10，申命記7章6節安尼講：因為恁是歸屬上主，恁的上帝，聖潔的子民。上主對地上萬民的中間競選恁，做伊特別的子民。三甲來祈禱，競選阮做你聖潔的子民的天父。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充滿恩典甲公義的上帝。阮來到你的面前，謙卑敬拜。主啊！阮承認，阮是軟弱甲有限的人，阮無法度靠家己來掌握一切。主啊，阮懇求你，互阮的性命佇你大權能的實果下，得你的保守甲看顧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伫生命的每一天，攏持守伫你的道路中來行。主啊，世間的一切，無論是啥物，攏無法度互阮甲你隔斷，因為阮是歸屬你，阮的上帝聖潔的子民。你對地上萬民的中間競選阮，互阮做你特別的子民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